这个才是大灣雞哦，大灣肋骨雞。關於肋骨雞，還有一個溫馨的故事，關於它的起源的。哎呀，聽講呢個肋骨雞咧係以前嗱，你哋呢條村啦有姓李嘅、姓陳嘅、姓黃嘅係咪啊？咁以前聽講咧係姓李嘅，有個李媽咧，佢個仔想食雞，但係屋企冇雞，咁咧嗰個李媽媽咧就諗咗一條橋，整咗個肋骨雞，咁咪俾佢食，係咪啊？係咪咁噶？呢個古仔係咪咁嚟噶？呢個來源係咪咁嚟起源嘅先？基本啊，自己種嘅啊，就是裏面的那個豆還有花生都是全部都是自己種的，自家種的，然後新鮮做出來的，現在還熱的呢。哎呀，那個肋骨雞有點難猜哦，就是阿姨有多難包就有難猜。對，阿姨有多難包或者有多難猜，邊個要一人一啖？我不要你的這個，我說我的這個，把你摘一下，你先摘，一齊分享呢個。還有沒有手套啊？還有沒有手套啊？分享一點，裡面是糯米。你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要啊？啊，糯米啊！要你拿個手套嚟啊！一齊分享。咁你平時會唔會整啲肋骨雞出去攞去街邊賣啊？冇試過，我冇買過嘢。冇買過嘢。阿姨真的是為了情懷，然後傳承這門手藝的。他說平時不拿去賣的，真的是為了傳承這門手藝的。